大家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同教育署喺2002年聯合主辦一項名為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嘅全新活動。計劃嘅主要目的係為在學青少年提供更多參與體育運動嘅機會，培養同學們對運動嘅興趣，從而提升學界嘅體育水平，同促進學生嘅身心健康。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有4項附屬計劃，包括運動教育計劃、簡易運動計劃、外展教練計劃同埋運動領袖計劃嘅。大家欣賞緊嘅就係專為小學生而設嘅簡易運動。乜嘢叫做簡易運動呢？其實係將一般運動嘅規則、技巧或者器材簡化，方便體型較小嘅小學生更容易學習同埋掌握其中嘅技術嘅一套運動嚟嘅。咁我哋今集咧要介紹嘅咧就係足毽呢項運動。咁我諗足毽咧對好多人嚟講咧都唔會陌生噶啦。咁我相信好多同學咧亦都有踢足毽嘅經驗。咁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踢足毽嘅正確姿勢係點呢？咁喺呢一輯嘅光碟入面呢，我哋就會透過每一節唔同嘅重點，由淺入深咁教大家踢足毽嘅技巧㗎。咁相信同學咧睇完呢一輯光碟總共8節嘅介紹之後咧，一定對足毽呢項運動咧有更加深入嘅認識同埋了解，咁從而咧更加容易掌握到個中嘅技巧啦，咁就可以享受到足毽運動所帶俾大家嘅樂趣。嗱，咁喺第一節咧，我哋就會教大家手掌毽㗎。咁雖然手掌毽咧就並唔係正確足毽嘅技巧嚟嘅喎，咁但係咧手掌毽咧就可以俾大家感覺下呢個毽啦，同埋喺踢足毽之前咧作為熱身之用㗎。咁所以呢一個步驟咧就絕對唔可以忽視㗎。做頭部動作嘅時候，同學先將頭部垂下，雙手放喺頭後面，用力少少壓。2、3、4、5、6、7、8、9、10。跟住將頭擱起，雙手放喺額頭前面，同樣向下壓。2、3、4、5、6、7、8、9、10。然之後左手放喺耳仔邊，向左邊壓。2、3、4、5、6、7、8、9、10，跟住咧右手放喺耳仔邊向下壓。2、3、4、5、6、7、8、9、10。然之後做肩膊嘅熱身運動，雙手放喺雙肩上面向後打圈。2、3、4、5、6、7、8、9、10。向前打圈。2、3、4、5、6、7、8、9、10。之後咧，同學先企好，將右腳向後抬起，用左手捉住右腳。2、3、4、5、6、7、8、9、10。跟住就拎起左腳，用右手揸住左腳。2、3、4、5、6、7、8、9、10。跟住咧，大家可以坐低啦，雙腳內彎，身體向前壓。2、3、4、5、6、7、8、9、10。接住右腳伸前，然後將左腳翹過右邊，雙手翹過去左邊，拉筋。2、3、4、5、6、7、8、9、10。跟住雙腳向前，右腳翹過去左邊，雙手向右邊壓。2、3、4、5、6、7、8、9、10。嗱，咁而家呢一套熱身咧就算完成噶咯喎。咁記住呢一套動作咧，要喺每一次練習之前都要做噶。咁嗱，對於初學嘅同學嚟講咧，用腳踢毽咧就可能比較困難嘅。咁所以我哋會先建議佢咧用手去控毽嘅喎，咁感受一下控毽嘅感覺啦，同埋掌握踢毽嘅節奏噶。同學將手上面嘅毽輕輕拋起，用掌心拍打毽嘅底部，等毽喺半空翻騰，直接跌落地，就用手掌再將毽打起，
下一下咁做，雙眼望住演嘅動向。當純熟嘅時候，就可以左右手一下咁練習。記住，主要係打演嘅底部，唔係演嘅羽毛啊！呢個練習主要嘅目的呢，就係俾同學感受一下拍打演嘅感覺同埋節奏嘅。如果有幾個同學一齊想練習捉演，可以用接龍嘅形式進行練習嘅。同學分成兩組，各佔一方，排成直行。排第一嘅同學開始用手拍打演，一邊向前行到另外一邊，然後另一邊嘅同學接咗演之後，就用同樣嘅方法將演拍打運返去俾對面嘅同學。當對面嘅同學接到之後呢，就用返如此類推嘅方法練習，一下咁運返去對面。首先用4條童軍繩整成一個井形，同學分成4組，各佔一邊。同學將手上面嘅演拍到去對方嘅長區，如果對方接唔到演嘅話，就唔可以喺地下上面執返啦。最後累積得最少演嘅一方呢，就為之贏。而呢個練習主要呢，就係訓練同學用手嚟練習控制演，感受一下拍打演嘅感覺嘅。好啦，係時候做個簡單嘅測試，咁啊測試一下咧自己嘅技術有幾好啦。以一人比賽形式進行嘅，限時咧就係30秒。以累積拍打次數嘅方式，同學咧就用手拍打嘅演，喺30秒之內拍打次數最多嘅咧就為之贏啦。同學咧首先坐喺地下上面，雙腳向前伸直。身體咧慢慢向前壓，大概10秒。2、3、4、5、6、7、8、9、10。嗱，咁我之前已經講過啦，熱身運動咧就係做任何運動之前嘅一個必要嘅程序嚟嘅。咁我喺第一節已經教過大家做噶啦，咁所以請各位同學咧跟住我哋嘅示範員再做翻5至10分鐘嘅熱身先。嗱，咁喺上一節咧，我就已經教過大家手掌演嘅啦。咁喺呢一節咧，我哋就會教大家捉演嘅運動之中各種唔同嘅動作招式，咁等各位同學咧熟習一下捉演嘅基本動作嘅。咁嗱，由於初學嘅同學咧未必識得用腳去控演嘅喎，咁所以我哋喺呢一節咧就會用豆袋去代替演，咁等同學咧利用豆袋去模仿踢捉演嘅基本技術嘅。嗱，咁喺呢一節咧，我哋就會教大家4個訓練腳型嘅基本功同埋平衡嘅練習，咁分別咧就係慢佛朝中、單膝朝陽、大鵬展翅同埋金雞獨立㗎。而家首先教大家練習慢佛朝中，我哋先將個豆袋放喺腳內側位置，用雙手保持身體嘅平衡。2、3、4、5。如果練熟咗之後，可以換一個演嚟做代替㗎。2、3、4、5。第二個練習咧就係訓練平衡力嘅遊戲，單膝朝陽。我哋先單腳站立，提膝至到腰部，大腿同小腿保持90度彎曲，將豆袋平放喺膝上面，雙手保持身體嘅平衡。2、3、4、5。練熟咗之後咧，就可以用個演嚟練習噶。我哋先單腳站立，將另一隻腳踭喺身邊向上屈起，用雙手保持身體嘅平衡，將豆袋放喺腳外邊嘅中間位置。2、3、4、5，同先前一樣啦。練熟咗之後咧，就可以用個演嚟代替嘅。我哋先單腳站立，將一隻腳向前伸出。小腿微曲，腳背伸直，然後將豆袋放喺腳尖上面，用雙手保持身體嘅平衡。2、3、4、5，跟住練習。如果熟嘅位都可以用個演嚟練習㗎。2、3、4、5。嗱，咁我哋學完4個訓練腳型基本功同埋平衡力嘅遊戲，咁不如我哋而家玩一個集體遊戲，睇下邊一個踢得好啊！
我哋利用羽毛球架同埋幼象跟繩，將竹硯懸掛至到同學嘅膝頭哥之間。同學分組站立喺羽毛球架前面，然後輪流上前練習剛才練過嘅4種腳型基本功，包括腳內側、膝頭哥、同埋腳外側。同學先坐喺地上面，左腳向前伸直，右腳彎曲，身體緩慢咁向前壓，大概10秒。4、5、6、7、8、9、10。跟住調轉，右腳向前伸直，左腳彎曲，一樣係身體緩慢向前壓10秒。2、3、4、5、6。嗱，各位同學，經過手掌演同埋腳型基本功練習之後咧，我哋喺呢一節咧就會教大家用手、膝頭哥同埋用腳踢毽嘅基本技巧嘅喎。不過喺練習呢一節之前咧，大家要記得做好熱身先喎。咁你哋可以重溫翻我哋第一節教過你嘅熱身動作嘅。嗱，咁你哋做完熱身未呢？咁做完嘅話咧，可以開始噶啦喎。咁等我先為你哋介紹一下喺呢一節嘅4個遊戲先啦。首先練習嘅遊戲叫一手一腳，同學單手攞起嘅毽，位置咧就係同學嘅鼻前面咁樣，然後鬆手放低嘅毽，再用腳內側嘅技巧將個毽向上踢，用翻隻手接住，記住咧就要放低嘅毽，而唔係拋低嘅毽啊！而呢個練習嘅要點口訣咧就係放踢接，眼望住個毽，注意毽嘅方向。另外我哋要留心嘅就係平衡力啦。如果用右腳踢毽嘅時候，我哋嘅重心咧就要放喺左腳。另外呢個練習主要咧就係訓練同學運用腳內側嘅技巧嘅。咁而初初做呢個練習，如果覺得困難唔緊要，練多幾次之後咧，好快就會做到噶啦。第二個練習咧就叫做邊手邊腳。同學咧一邊放毽，一邊咧用腳內側嘅技巧將毽向前上方踢出，再用手接住個毽，同時間咧向前方移動一小步。呢個練習嘅要點咧就係放、踢、接、行，眼望住個毽，注意毽嘅方向。另外要保持身體嘅重心、平衡力同埋手腳眼嘅結合。如果用右腳踢毽嘅時候，我哋嘅重心咧就應該放喺左腳。呢個練習主要咧就係訓練同學運用腳內側同埋行踢毽嘅技巧嘅。第3個練習咧就係手腳並用啦。同學咧以個人猜毽，亦都係可以用手協助嘅。一邊放毽，一邊用腳內側嘅技巧將毽向前上方踢出，再用手將個毽向上方拍一下。呢個練習嘅要點就係眼望住個毽，注意毽嘅方向，同時保持身體嘅平衡。如果用右腳踢毽嘅時候，我哋嘅重心咧應該放喺左腳嘅。同學咧要準確同埋靈活，而且要保持毽嘅穩定。呢個練習主要係訓練同學手腳並用去控制毽嘅技巧嘅。做完3個個人練習，而家咧就教大家做一個集體遊戲，叫做默默拍傳。